大家好啊！政府咧將會喺今個月25號咧就公布新一份嘅財政預算案。我先前咧就見過財爺，就5方面咧提出咗我嘅意見，包括就咧深化安老嘅服務，推動公共財政嘅可持續性，推出一啲咧支援嘅措施，優化咧強積金嘅制度，同埋咧鼓勵生育、照顧兒童。主要嘅具體建議咧，最重要嘅就係停止削減社福嘅開支啦。因為依家咧業界嘅情況咧都已經好牙煙㗎啦，再減少呢個嘅資源咧，真係我哋應付唔到㗎啦。另外，希望政府咧亦都發放咧新一批嘅銀色債券，維持咧1,500蚊嘅薪俸稅嘅減免額，亦都咧允許呢個嘅強積金嘅基金咧去投資政府嘅債券嘅，亦都設立咧兒童嘅醫療券，同埋提高父母嘅同子女嘅免稅額嘅。我都希望咧政府嘅認真嘅去考慮下我嘅意見，呢啲嘅詳情咧可以參考下我呢個嘅電子嘅版本啦。另外咧條 link 咧就喺下邊啦，記得大家咧喺收睇咗之後咧，記得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同埋幫我 share 出去喎。多謝大家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